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是咱义大炮歌声，节目开始都来继续咱观众朋友所介意的往事只能回味。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情也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情也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情也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嗨，谢谢大家！这首歌曲就是咱真侪观众朋友嘛人点的吼，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往事只能回味啊！回想尔啦吼，来感谢锁定哦！哇，这观众朋友吼，互芳龄一点仔温暖哦，大大的温暖哈！来，徐爸爸、徐妈妈，你今仔第一名。高哈，来尤大哥、尤大嫂，咱的徐月花姐姐、苏梅姐、怡芳姐姐、杏林大哥、秀琴姐啊哈，感谢咱新北市咱的燕雪姐姐，感谢咱的莅临的明福哥哥胖健3礼拜，是，好来郑妈妈你好哈，谢谢，来感谢苏梅姐、文川大哥，感谢咱的桂清大哥哈，池龙姐姐、姚大哥好。台中的江大哥啊，谢谢你们哦吼！哇，你默默的婆声，哇，我拢有没看袂糊？谢谢蔡大姐、焕忠大哥、木火大哥，来姚大哥、剑山哥哥哈，还有超准的哦，庄大姐哈，谢谢吼！啊，阮拄则
这部要开始呢啊，大哥有江长生大哥啦吼，谢谢蔡大姐，这部大家就开始。平安哦。迄剑山哥哥的足要紧的，想要啊，要甲你加油，要甲你加油啦！我讲谢谢感谢好，好，安尼大哥，我佮剩吼20分钟久，我就要咧上线做节目啊吼。落节目的时阵，我就甲恁回电话哈。啊，所以讲咱电视机前，咱在坐观众朋友，你若要找着芳玲吼，啊，因为咧做节目时间短嘛吼，啊，咱有短一点点仔时间尔。你若要找着我，你敲电话来线，甲小姐做交代。啊，小姐等下录节目的时阵，嘿哦，伊会一张单互我，交代爱回电话单，安尼好不好？谢谢你们。是，无论你即摆主持多食饱啊，坐咧，还是讲困起来，嘿哦，坐咧听歌，或者是讲咧，伫咧做即个咧泡茶，拢欢迎大家来轻松一下。轻松者听歌足轻松的呢。即几工的时呢，这天气吼实在真正足冷的，吼，也毋是普通冷尔，即有人啊规个咧吼，拢手脚咧结规气，对，拢抽掉大家毋知即个感觉啊无？即下暗时啊吼，即个棉被爱夹，吼，爱加加一点。系啊。骹底的时阵咧，一定安尼冰冰冷冷安尼吼，啊冰来冰去的当中是拢困袂去。啊，而且吼爱加多一领，爱加一领石墨烯的。是啊。哦，真即正种天气吼，来冬的衫被都穿起来。啊，对对对对对。棉被加一点啊安尼。啊，若你如果来讲就有咱啊伫咧讲的就即个啊。迄个石墨烯啊，吼，即款的做这拢毋免温配呢，免啊，这着甲藏落去的当中的先着烧糊糊一两三烧，系啊，身体先才会烧啦，对，吼，啊，即个心的时阵呢，才会舒服安尼就对啦，有影有影，所以讲即个天气吼，袂啊甲清开，吼啊加加一领吼，甚至呢暗时的时阵吼，温水罐哦炸咧哦，毋是一般这个杯子哈，记得尤其是冬天的时阵，温水罐吼，温水杯。温水杯吼，甲啉者吼，啊莫伤烧，因为暗时啊，你若咧喙焦的时阵，直接就要啉啊，吼，半烧拉轮啊安尼，暗时啊若喙焦的时阵，我咧讲哦，爱小可啉者烧，唔好冷叽叽，安尼才无。对对对。啊，伫食的时阵吼，甲咱讲一招啦，你若伫咧困的进前的时阵，来甲泡脚，吼，迄骹的时阵吼，来浸了烧水的安尼吼，这样也未讲真费气，起码毋免惊甲死，毋免，吼，系啊，啊，就像即个吼烧水的时阵。骹甲浸差不多吼3-5分钟安尼，对无？安尼即款来做，即个时阵先整过吼，骹若烧，啊规身躯就拢烧起来安尼。对对对。啊，你做即个骹若烧，心嘛烧嘛温暖，啊规个暗的时阵当困甲足安稳安尼。当然咯，吼，所以讲咧，这真正是吼好的点子啦。是啦，那么今日呢，要甲咱观众朋友分段咧，啊，即个咧分享一段即个话啦。是讲一粒即个经济啦，吼啊，伊像即个生命的时阵呢，伊本身毋是靠土，咱是讲像即个经济啊，着这小草啊、小树啊，拢靠着即个土，毋是，伊是靠即个日头。咱像即个太阳，即个日头就对了，呀，即句话先吼，听起来就足有意思啊，吼，咱大家毋知有想过无？吼，即一粒像即个咧经济的时阵要发芽。这个土固然是真重要啦，但是真正要互伊这个生长，吼啊，会本身是会当量悬，会当开花结籽的。其实就是这个日头的光啦。哦，对，所以讲真侪人认为讲吼，咱的命运吼是看这个大环境的。是。其实真正是种关键是，你有看到日头无啦？对。哎呀，包括讲咧石头旁的迄草啊，还是讲壁甲边啊，吼，迄人咧开迄花开甲偌水的对无？也无肥啊，但是一芳仔囝尔，吼，但是因若小可一束束仔光线的时阵，伊就活开啊，伊就活起来，都大丛啊。对啊。所以讲咧，咱大家唔通吼小看自己，吼唔通讲啊，我无机会啊啦，哦，我的条件足歹啦，我老啊啦。这款话拢总是借口。哦，你甲看讲像这对个石头芳的时阵，发出来这草甲种子啊，伊哪有啥物机会？伊啥嘛无。无。人伊共款咧，呀。这叫做成长甲真好安尼，所以讲咱人有当时爱甲一寡只天地，这个小事事物的时阵吼，来学习安尼。所以讲吼，来观众朋友啊，咱也对着讲家己心内吼，爱有一道光。对。啊，迄个光就是咱的活路。啊，就是咱的目标。是。吼，所以讲你有当时毋好家己像拄则老师讲的咯，家己去困扰家己啊。我都老啊啦，日常困扰，嘿啦，啊，我都无迄个，嘿啊，我都
啊，我也无学迄啊，啊，我即摆学甲会赴，对，无一定啦吼。是啦。咱做即个就亲像敢若讲像即个天气，有当时咧乌暗暗，吼，你看袂到日头啊。但是其实呢，迄个日头都是伫即个乌云的后边啊。吼，所以讲日子若无顺心内，感觉讲到乌暗的时阵呢，你着从家己本身拍开着做即个家己的窗仔门。哦，吼，心的即个门窗啦，互即个光线入来，就光明啊。你所看到像即个世界，满目汹涌啊，都不一样啊哈。对，好啦，讲得真好吼，谢谢老师哈。来，即摆要来进行着咱即个语答播歌声点歌的时间啊哦。今仔安排6首歌曲，甲咱观众朋友来准备做分享哦。头一首歌曲，这首歌江林老师的哈，你踮我心内上深的所在。你踮我心内上深的所在，控制着阮的欢喜甲悲哀。来，踮我内心上深的所在。线顶有咱金门的林大姐、连淑珍姐姐、徐月花姐姐哈，谢谢你的捧声。来，第2首《路顶了解我》。徐妈妈的歌曲所点的哦，来。夜半的路顶稀微，照我温馨来悲。乌拉玛吉萨卡巴里斯。来，第3首《冷冷的心上人》。冷冷的那一夜，使我想起那个初恋的人，他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个人。我来，有口白的歌曲过来呀吼，青春悲喜剧。来月暗暝，红瓶酒几粒青，青春悲喜剧。来，拄只这首是女生的，这首是查甫的哦。男性的复仇第5首。多情多恨，情有的世界。第6首上尾这首哦，情歌对唱啊哈，秋雨迄一年。我应该安怎讲起？又应该表达啥？是彼啥该讲的对不起，我要去讲出嘴。来，秋雨的迄一年。以上6首歌曲，跟咱观众朋友准备来做互动哦。来，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吼，新朋友、老朋友准备卡电话哦，8326-317。8326-317。来，头一首你踮我心内上深的所在，第2首路顶了解我心意，第3首冷冷的心上人，第4首青春悲喜剧，第5首男性的复仇。来，第6首呢，秋雨迄一年，谢谢。往事只能回味。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喂，你好。喂。高哎大姐哦，来哦。上第2首跟第3首。哦，第2首跟第3首呀。好，我下台哈，高大姐，谢谢。好的，平安，谢谢。啊，你好。喂，姐姐，大哥午安。我要点第2首跟第3首，平安哦。好，谢谢柳玲。好。柳玲。喂，你好。喂，2位午安，2跟6。苏梅姐呀。对，2跟6。2跟6呀。对，好，谢谢。苏梅姐。2跟6。导播有我的声音吗？我没有听到哦。喂，你好，佳佳。光临。嗨。蒋老师好。嗨，小姐你好。
来，你今仔要听倒一首歌？冷冷的心上人，冷冷的心甲上。秋哦迄一暝，秋后迄一暝吼，还是没有听到。喂，你好，移民哥哥。好，欢迎光临恁哦。咱第二首的甲第四首的，第二首哟。第二个甲第四个，谢谢，好，谢祝你谢。福寿长虹。喂，淑珍姐。哎，芳年江老师午安。好，嗨，淑哎，我要点第2首跟第6首。好的，我下凯啊嘿。好谢谢谢淑珍姐。喂，丽华姐，没有。第几首？丽华姐来，姐，丽华姐姐你好。哎，我的4跟6哟。青春比戏。好，我下凯啊嘿，谢谢我们的丽华姐，好平安哦，谢谢。素梅姐你好，嗨，帅哥美女午安。嗨，我听不我到要我耳机的声3跟音。 6。 3跟6，好，3跟6哈，谢谢你好，好拜谢谢拜素梅，感谢。喂，尤大嫂，哎，大哥你好，美女帅哥好，嗨，好，祝新年快乐。好，我将2个3， 2个3哟，落灯了开始，我心一个人心上人。安尼，好的哎好，OK，好我下凯哈，好，今仔派代表呢，剑刷哥哥。你好哦，好，你好啊。我要点迄只大只鸟啊。哦，一摆甲我掠你大今仔日只甲会去行行风源哈。这无一个开始就甲我做业绩啊哈。啊，好，谢谢啊，哈，我要等。要什么啦？你想袂记得去哦？无啦，我等一下，我要讲迄个啦，我迄就鸟啊，时阵转。咱斗阵迄一暝啦，秋后一暝。哎，你了解吼？哦，我了解啦。斗阵迄哦，一暝谢谢啦啊。。来，感谢咱的剑刷哥哥啦吼。若讲迄只鸟啊吼，伊已经甲我买偌久啊，我讲吼，5冬的时间啦。是，这段时间拢总无一长，摆拢买几箱的。一届拢总啊，有当时啊是高阳爱食，台中嘛爱食哈。所以啦，食了好才有可能甲咱当一个使用，对钱都无？没刷啦，谢谢咱的剑刷哥哥哈对。来，陈妈妈，喂，爱芳年信用。芳年，是，我要听罗定了解我的经第历，二哦好啊，我青春比迄客。安尼啊，拜拜哦，谢谢哈，陈妈妈哈，青春比起。喂，你好，哎，振煌大哥，我姓吴，嘿，我知，我点男性的福寿。好，黄振煌大哥啦哈，好，谢谢你，平安。喂，你好，徐妈妈，好来，我你换。来，徐妈妈你好，徐妈妈你要听倒一首？路顶了解我心。第2条遐，好，下开哈，好，感谢嘿，好，谢谢。听无家己的声，换新的。喂，你好，姚大哥，两位好，我好了要 OK 了听第2首甲第4首，谢谢，安尼哦，感恩。好，第2甲第4哈，好，谢谢。啊，你好，梅香姐姐，芳年江年你好嗨，我们选第4甲第6。安尼哦，好，你好。好，谢谢梅香姐姐啊哈。哎，你还搁2条日本歌要不甲我唱的？有听无？咱还佫有2首要甲行咧呢。好啦，我再甲你行哈。芳年，谢谢，好。哎，江年真好唱歌啦。吼，我嘛知，哦，伊都比我较贤像你，吼，谢谢啦哈。欠你咧啦，豆豆啊行哦吼。来，颜辉大哥，哎，颜辉大哥你好你哈好。。嗨，你今仔要听倒一首？第2跟第6，第2跟第6哟。对，哦，好，我下开哈2。跟6，好，谢谢平安。好。喂，来叶大姐你好，喂，你好。好，哎，要听倒一首？第2首，哦呢。路顶罗定了解我心意。好，没问题哦哈，谢谢叶大姐，好谢谢平安。哎呦，这是台南的叶大姐，佫无共叶大姐啊哈，来哎，来哦，我的一直买的歌的，我点第1。按第1啦，
哈，甲第六。我甲第六吼，好来，我嘿写开哈。哦，谢谢啊。好，谢谢我们台南的叶大姐，谢谢。好。哎，你好。对，喂。哎，嘿哦，明华哥哥，你来啊哟。 210外声。嘿哦，啊，我嘛等你等足久的呢。嘿啊。你好收到啊。收掉啊，嘿哦。吼，你莫干那要两年，就要敲电话开，好无？较接卡牌啦。係啊。好无36。3跟6，嘿，好，我下开哈，明华哥3哥。跟6。好，谢谢你哦，平安，感谢。来啊，今晚要来安排一首《秋雨》迄一年，然后咱再来，因为《秋雨》迄一年上侪人点的。第二首上侪人点就是《路顶了解我心意》哈。OK。来，老师来安排咱这个《秋雨》迄一年，哇，这首歌其实是情歌对唱的哈。 哎，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这首歌是苏梅姐、佳佳、淑珍，咱来丽华姐、苏梅姐、金双哥哥、徐妈妈，来梅香姐姐、颜辉大哥，台南的叶大姐，跟咱的明福哥哥啊，所点的哈。江林跟方林来给咱献唱一首《秋雨》迄一年。 怎讲起，又应该表达啥物？是彼写该讲的对不起，我要去讲出嘴，才原谅我点点的离开，当秋雨的彼一暝。 看今夜我袂当按捺的目屎，来对我的心肝，予你看我的心痛。一暝的秋雨声无奈又无奈，看走这寂寞的我。来对我的心肝。 予你看我的心痛。一暝的火车声无中，再会啦，我的爱。月蒙蒙暗的路，雨水的光影闪闪烁烁，看阮的稀微。才行过这南方的城市，是秋雨的彼一暝。我应当安怎讲起？ 该表达啥物？是彼写该讲的对不起，我要去讲出嘴，请原谅我点点的离开，念秋雨的彼一暝。啊，凉凉的月，我请。 看今夜我袂当按捺的目屎，
对对我的心肝，予你看我的心痛。一暝的秋雨声无奈无奈，伴奏这寂寞的歌。来对对对我的心肝，予你看我的心痛。一暝的火车声无中无中，再会啦我的爱。啊，冷冷的月，我请你看卖。我今夜我袂当按捺的目屎，来对对对我的心肝，予你看我的心痛。一暝的秋雨声无奈无奈，伴奏这寂寞的歌。来对对对我的心肝，予你看我的心痛。一暝的火车声无中无中，再会啦我的爱。一暝雨点点地落，为茫茫暗淡的路，雨水的光也闪闪烁烁，伴阮的稀微。秋雨迄一年，好，谢谢。哦吼，虽然唱了无讲100分，差不多60分左右嘛，足侪人观众朋友真甲咱捧场哈。谢谢，感谢恁的温暖，尤大哥哈，谢谢尤阿兰坤心哥哥，感谢喽，玉山大哥，来南岛彭大姐，钟龙大哥好，淑珍姐，啊，还有咱凤昭姐姐哈，来龙华大哥，调平哥哥，谢谢你哦吼。来月花姐姐哈，红椒阿姐，啊，还有咱金芬姐啊哈，屏东的金芬姐啊，你下班啊吼，哦，袂海产的哈，红金的，好来哦，个咱的观众大哥佳佳，谢谢你哦，吼，金秀阿姐，来淑梅姐，谢谢，来，今晚有来老师来安排这首歌做路顶了解我心意。乌拉玛吉，萨卡巴。来，叶大姐、徐妈妈、高大姐，咱的淑珍姐姐、玉玲，咱的淑梅姐、李明哥哥、尤大哥、陈妈妈，咱的姚大哥、严辉大哥哈，恁所点的首好听的歌曲《路顶了解我心意》，当恁来个献唱哦。夜半的路顶稀微，照阮心内边。愿搁再相稀时，过去已经过了时。恋的滋味，感情放也放袂离。不想起，犹原也是会来想起。路顶啊，只有你。了解阮心意。阿妹你的带你，阿卡伊hin no，我的娘你阿
Ramachi sakaba Naite iru no ka ano tamu Yoseba omoe no koe ni aru Yoseyo imasara一人だけ적은 신방망 인위와 자이 긴땅 자식이 알지망 이들과 음집 대대합 수수 잘킨땅 먹이고 쏘라이고 군구이 세땅 노띵아 따오방망 자우최히 이래랑好，谢谢这首歌曲哦，明渊大哥，啊，还有咱许大姐、超墩庄大姐好，隆中大哥哈，谢谢你的捧个声哈，来龙华大哥我看到了哈，啊，徐妈妈谢谢，咱严明虎严大哥、素英姐，感谢你的捧个声哈，谢谢啦哈，来哈，还有尤大哥、尤大嫂啦哈，感谢啊，咱的蔡曲菊英姐姐你好，感谢你的捧个声哈。来，姚大哥，感谢佳佳，冠中大哥，严辉大哥哦，你好哈。来，咱若咧唱歌的时阵哦，其实咱观众朋友，你安尼电话响一通，啊无开恁的钱，因为无甲恁接开啊吼。但是这是对着讲，阮咧主持哦，啊对着工人哦，甲访人是种鼓励啦吼。迄即个天气吼，真正足温暖的呢。我安尼伫内底的时阵吼，我内底敢若穿一件衬衫，搁一领，吼，感觉足烧的。嘿，真温暖，吼，真温暖。啊无有当时做节目做甲会起甲恁顺呢，冷冷，电话拢无开，先对冷冷吼。好，谢谢你们哈。大卡拢无人。系啊。是啊，电话无起来时阵，敢若秘书甲咱讲。若是讲吼，若真正足冷的时阵，我咧讲，我就爱穿一领。恁稍等下来，我互咱观众朋友先准备要来邀歌对无？今仔要送恁啥？送恁石墨烯的。女性的哦，阮查甫已经无啊断货了吼。来，查甫爱单美女哈，女版的，咱今天石墨烯的保暖衣、发热衣，这得讲主动发热啊，而且吼会记得哈，咱咧穿发热衣的时候，因为石墨烯的物件吼，唔是毛茸茸的东西，我讲一薄轻，弹性就好。但是呢，伊有一项问题就讲。一定爱穿会到，甲咱以早伫咧穿一寡内衫，哦，卫生衣衫是无共款的，吼。你只要穿啊，会到大身躯的时阵，伊迄个温度马上就开啊，3秒真久就好啊，哈。唔免插电啊，哈。而且咱即领石墨烯，咱即领保暖衣呢，伊是啊来用的时阵做甲绵，吼。
也袂妖妖，也袂上绝上。对袂。哦，有个人讲穿个碰西衫，还是穿个羊毛的对无吼？会妖会上啊！你穿即领绝对无的，而且咱今年即领衫内底佫加一个防螨抗菌除臭的锌，真厉害啦！所以讲吼，观众朋友，你若摕到是真正福气吼。啊，恁进前都摕无到的，无要紧，恁是今仔日若来要歌的时阵，我送你一概送2领，来准备落歌。邱三龙老师啊，甲周添王这西两大这个作曲家，系伊所写的歌的时阵呢，使咱这个永生难忘。吼，来，我即摆要大家献唱这个歌曲。爱情自阮是感动，为君前途放暗黑，如今落去心甲安苦，愿然会写在伊风波。秋风，秋雨，阮是无名的查某。这首歌叫做啥物名？这古早歌吼，当时啊，你咧耳达热热的吼，会较歹。我感觉这首歌来观众朋友要着。老师，你准备第2首啊？吼。这好听着安怎？嘿啊，对啊，啊那观众朋友，无我甲恁讲2字啦，好无？吼，啊恁小等共款咯，你拄则又无着，也是较无开啊。头前是落花，啊后壁佫2字，好无？好，好来。甲恁已经甲恁放水很厉害了，真值得传唱的。好来哦，啊，第2首歌曲同款是4字哈，4个字哦哈。来，这首歌曲吼甲这有关系，来准备。是缘歹别，雨花变成野玫瑰，向做着酒家己，已经过了2、3年，
稀微暗相比，是予人来了事。目屎不敢流出去，也着忍来度日子。淡薄情的浪棍，花蕊采了青叶长，害阮前途打乌云，袂知见着明月光。心犹闷烦只阵，今言欲记来骗阮。今日才着对落海，破客啉酒花酒群。这首歌叫做啥物名？来，依照这个惯例，原共阮小弟呢，要来甲走一段这个轻松的音乐了后，要来甲公布答案。来，准备公布答案。爱情自本是甲暗路，落花泪影。安尼知无？第二首歌曲，第二首歌曲是叫做《酒女的哀怨》。来，恭喜咱全国奖朋友哦！暗相比，不是予人来了事。酒女的哀怨。来，以上哈，甲咱观众朋友，我就先收开，稍等来邀出一位观众朋友两领咱石墨烯的哦，咱的保暖衣要来送给你哈。老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冷冷的心上人。来，继续帮你来进广告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来，今日再次慎重邀请到咱的吴教授来到现场哈。教授你好，嘿，黄姐你好，嘿，哦，讲到吼，那这蒙青草药啦，也是讲咱这个吼传统一寡中草药就好啊。哦，若讲爱问咱这教授，迄教授讲吼，人伊第二名尔啦，其实伊讲伊第二名，无人敢讲伊第一名。 50多年啊，对啊，对蒙青啊。草啊，啊，若讲到这啦吼，黄教授，咱咧讲就是咱这组土良种的吼，
吼，这涂龙精吼，观众朋友我一定要讲互恁听。迄顶转我安尼去教授遐，啊，甲讲说哦，教授恁兜的涂龙遮济着，啊，人拢教你，我要去摕2尾安尼转来炖，结果看到迄吼，你送安尼灌2桶哦，吼，啊，若讲超过安怎？超过10两以上，伊才有收啦。超过10，若讲无超过10两，就讲10两以下吼，伊拢佫摕倒转呢。哪会去？嘿啊，那呢？迄个拍算啦，迄无够力啦，效果无遐好啦。所以讲，咱即个涂龙精伫咧制作的过程是正感活体，对，拢是活体哦，这是我亲目睭看到哦，活体，而且拢总是野生的，爱超过10两以上，咱才有采取。但是掠来买我吼，我是内行的呢。你嘛伫遐个铲啊，人讲铲鸡罗麻，就是安尼啊。啊，若只讲罗麻？罗麻我咧讲吼，真正涂龙你听咧啦，伊的葫芦头啊，胭脂尾啊，鸟厝啊耳啊，正讲涂龙啦。你啊，还一滴滴仔尔哦。是。是啊，啊，迄我咧讲吼，迄干那安尼摕转来安尼炖吼，好赞啦，就足赞的啦。但是咱教授讲啊，方玲啊，即马这生物科技吼。佫较厉害，浓缩再浓缩，这是帝王的补品呢。是啊，系啊。咱这吼观众朋友啊，咱这经过咱黄教授吼，伊甲采取了后，伊经过这呐浓缩再浓缩，教授讲这叫做100倍浓缩。对，你听咧。好，黄玲啊。山顶、山上是这个鹿茸啦。是。啊，若海面呢，海边涂龙啦。对。吼。这查甫人咧食偌好，你敢知？安怎好？嘿，容虚其实啦。是。暗时啊，唔敢等去困啦。哦。拢朋友咧泡茶啊。阿明啊，恁母啊困啊未？对啦。迄是惊讲做等下阿母会讲甲招啦。煞唔知。啊，若招袂行，家己无法度表男主人学到过一笔记吼。秘书啦。安尼做闹气的。无查甫人生张啦。是啊。一日甲食啦。好。加食酒的吼，3粒啦，暗时啊有要创3回啊，听有啦吼，有要创3回啊，我是要歌伊吼，3粒，啊咧，迄个酒吼，莫配米露哦，啊咧高酒甲配淡薄啊，但是你若唔敢食酒，啊配滚水就好，1点钟进前吼，啊甲结3粒落吼，爱3粒哦，偌好用你敢知影？比迄个乌一空、乌2空、乌要10外空的，佫较好用啦。安尼观众朋友来注意听哈。嘿啦。老师，迄天咱伫咧卖的时阵，这2盒咱就卖2500。2盒2500。2500块。对对。今仔日来，一定爱优惠者，互咱观众朋友。吼，咱跩阿嫂听到安尼尔，即马拢想讲，啊无咱买2盒吧，互大哥食看卖啊。我甲你讲，韦先生拢要有太太咧食。爱互相照顾啦。翁仔某2个嘛顾用毋会使，翁顾某，啊无来顾翁啊。对。食咧翁仔某呢，食甲老吼，好手牵的，来公园散步，世界来甲佚佗佗咧啦。即马拢开放啊，设计来咱就世界吼游山玩水哈。反正我跟你讲，人甲无健康啦，剩甲济啊嘛无效啦。无效。一草一木都无啥等于啦，对毋对？啊，甲无健康。你少年咧变咧等于零啊！人讲人伫天堂啦，啊钱伫银行啦。哦，人在天堂啦，钱在银行啦，对无？安尼哪有效？对，开袂着啦。所以讲，咱今仔来2盒2500块。是。教授。你爱啥嘛？爱互咱跩大哥大嫂拢总身体健康，安尼欢头喜面。安尼啦，莫讲，这大哥一摆2盒啦。特别今仔期末去送啦，来讲。好。2盒。嘿。好。太太食啦！哎呦，今仔日搁送2盒无？所以讲观众朋友啊，来，我拄则甲恁讨的啊，今仔日你甲咱购买着，咱的涂龙精顶抓阮是卖2盒2盒无，250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的时阵来，搁加送2盒，买2送2哈。啊，咱2500啦。2500块。对。好，啊，咱观众朋友来讲说，啊，我要来大做的。哦。容虚其实啦，对啦，要食安尼青年偌好，安尼算叫的啦。调一个时间嘞，好好来。翁仔某要讲加食啦，来啦。来，大桌较有影啦。大桌就是。嘿啦，大只加菜有肉啦。8盒买那个4盒买，等于讲买4盒再加送4盒。安尼8盒啦，8盒啦。8盒吼，老师啊，人买大桌一定爱搁较优惠。大桌8盒就5000啊。5000块。对啊。嘿，送济啦。安尼，啊，无咱这观众朋友人讲要买大桌，欢喜着。嘿啦，几撮甲咱遮大哥大嫂啥秘书一个。来，好，加2盒好落袂要紧，较大出手咧，毋着卖。我
就是要加一盒尔呢。两今仔老师讲要加2盒啦。来，观众朋友啊，好，今仔食嘛，真正老师讲的啦。大碗减满期啦。你敢知？你即摆买上来这组大组的哦，拢总是10盒哦。10克啊，10克啊，10克啊，5000块。你买到正港台湾野生的活体涂龙精哦。涂龙精正的哦。来，0800815181，0800815181。电话紧卡哦。赶紧打电话，谢谢。好，谢谢。来，今仔日吼卖咱观众朋友是正港台湾的哦，野生活体涂龙哈。来，观众朋友，咱这组涂龙精会使讲伫芳龄节目当中已经超过5档的时间啦吼。啊，你若食过的观众朋友，真正是甲咱学到甲达志啦。迄台南吼，我上爱讲阮的宗宪大哥，迄自细汉我咧讲吼，就是伫海边啊大汉。伊讲伊细汉的时阵吼，听伊是大人来，咱伫海边喂安尼抓顿啊了吼，就安怎专工就安尼去甲浸迄涂龙酒，啊拢浸来囥咧面床骹对无？即马现代人无遐麻烦啊哈，用生物科技甲你萃取了后，100倍浓缩。袂冷袂燥，嘛免惊讲扑火。啊，你若无啉酒的人嘛，是会当使用哈。今仔日你只要讲一甲买顿的时阵，一工甲食2粒就好，2颗。2颗的时阵，我咧讲吼，等于啊，啉咧超2杯大量酒哈。所以讲真正有够好的哈。来，无定定有的哦，涂龙精的部分无定定有哈。来，焦旺大哥。哎，要抓啦。大组无？大组的啦。大组的哈，好啦，我会写开哈，谢谢哈。谢谢来。好，10盒无？今仔甲你出货，明仔载来无到后日到哦嘿。好，谢谢2天。来，谢谢哈，谢谢。来，观众朋友啊，0800815181，0800815181，你会感觉讲你最近较无力，你行路安尼稍稍较无力的这啊吼，精神状态较无好的吼。来，这项上介好哈！啊，我这比你浓缩过啉的，搁加50倍啦！啊，因为这是叫做100倍浓缩的吼，袂互你安尼感觉有错气，都不会。连小孩子伊伫咧成长的时阵，伊多点啊，多伫咧当大人，我咧讲吼，你一工2粒互伊食哦，因为内底吼，这内底有迄个 DHA。有 EPA， 有生长因子，所以讲小孩子如果若讲咱这段时间伫咧成长期，哎呦，脚头我拢安尼嗨安尼烧对无？早晚各1颗互伊食。我咧讲哦，效果真好。因为囡仔伊等伫咧长起的时阵吼，有种成长期的疼痛，你互试看卖啊哈。来，你若为长起开始10岁食到100岁拢总可以啦哈。喂，你好，喂。喂，哎，大哥你好哈！你涂龙精啊？要大组咯。来个大组讲10盒哦。哎，10盒，你等我刷卡接落去哦吼。来11线哈，谢谢。来，喂，你好。无去。来，哦，这真好。丁贵大哥。哎。丁贵大哥，你要大组小组的？大组。大组的吼，丁贵大哥，你捌叫过无？来，观众。有啊，叫过啊。啊，你食几遍啦？你甲我讲。这个第2遍啦。第2遍，啊，你感觉食了安怎？感觉有较好啦。有较好，精气神有较好无？有较好一丝啊。有较好一丝，恭喜你哈！好，安尼我来写开啊嘿。谢谢，感谢丁贵大哥啊嘿。来，观众朋友啊，无定定有，啊，咱今仔会共款，互你10大盒哈，1个月份。开你600块，你就会当买到高倍数浓缩的吼。来，100倍浓缩，淑珍姐好。淑珍姐，嗨，淑珍姐要大组小组。我请教你讲的第一你等偌济后刷卡，甲你接落去哈。来，0800815181，0800815181哈。咱今年的冬天特别准备要补冬啊，对无？来，观众朋友啊，这项上好。吼，有个人讲我买订东订西，麻烦对无？你伫补冬的时阵，尤其是冬天，你起来甲食，吼，一工安尼早晚各2颗。我咧讲吼，你脚尾手尾袂搁再冷叽叽啊，袂慢免惊讲，直惊讲会扑火哈。来，玉兰姐姐你好。来，观众朋友你好。来，玉兰姐啊你好。哎，好。啊，我要买大组的来。大组的吼。好，啊，贵玉兰姐我下开啊嘿。好，谢谢你，感谢。哎，当时买上来。2天内底，今仔无算，明仔载无到，后日到哦嘿。好啦。好，谢谢来，感谢哈，玉兰姐、淑珍姐哈。捌买过，拢总知影宝；捌买过，真正知影好。今年最后一批啊！来，观众朋友啊，真的吼，咱这拢是正港活体，活体哦嘿，来，8815181，食互你脚行手行。
0800815181吼，0800815181，来，谢谢。好，谢谢。来，我今晚来先来，恁电话拿卡者，我先来邀请到今仔日中奖的人客。老师，你来准备下一首歌曲啊，哈。好。来，吼，真正搁咧线，还搁6线电话无共接开。啊，咱拄则恁看卖，恁听到都是大的，大的真正足会好的啦。一工才开恁几箍银尔，吼。啊，我咧讲，找上好的，吼。啊，你也免惊讲，哎，走了什么样？我讲诶，10岁都会使食，好不好？来。来，我邀出一位哦，2领石墨烯的上衣哈，咱来保暖，伊要送好你哦嘿。来，今天的是女生版的哈，女生版的。好了，电话到家不？来，林启能大哥、K 零大哥，恭喜你哦哈，林 K 零大哥哈，启能大哥哈，谢谢。来，啊，咱观众朋友哈。老师来准备歌曲的时阵，我就伫线卡甲恁做服务啊。啊，你若是要找着芳玲，有真侪阿姐啊、大哥啊，讲啊，我都要甲芳玲讲，无要紧，你即摆拢敲电话甲阮小姐交代就好。我等下录节目了后，吼，电话一通啊一通甲恁回，互恁问个清楚。啊，是讲恁物件产品买着啊，毋知要安怎使用，吼，啊，毋知要用倒一芳落食，因有人吼。慢性处方啊，先爱食，啊，保养品嘛有爱食，啊嘛想讲要来食这啊，拄则我咧讲即只，吼，土地伫咧烧这啊，我今日甲我问哈，线卡甲你做服务哦，吼，谢谢。朗朗的心上人。蓝蓝的那一夜，使我想起那个初恋的人，他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个人。蓝蓝的雨呀，朗朗的风，使我想起朗朗的情。不想你也蓝，想你也痛苦。爱上你是我的错。想起那个初恋的人，他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个人。冷冷的雨呀，冷冷的风，使我想起冷冷的情。不想你也难，想你也痛苦，爱上你是我的巴萨努。Jolo di mau Nini muni mana musua Batsaka bure Mus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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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冷的雨呀，冷冷的风，使我想起冷冷的情。不想你也难，想你也痛苦，爱上你是我的